香港北角一座大廈有升降機由1樓急墮地下，7個人受傷，有人救出嘅時候昏迷，目前1個人仍然危殆。香港機電工程處下晝表示，全部4條斷裂嘅鋼纜斷口出現鏽蝕，非常罕見，唔排除事故涉及疏忽。由駐香港記者丁以文報導。出事嘅係北角英皇道一個商場嘅升降機，係樓上酒樓嘅專用 lift。事發之後，升降機墜落地面以下半層嘅位置，裡面嘅鏡碎裂，機頂機件損毀外露。升降機內4男3女全部受傷，年齡介乎30至82歲，有傷者昏迷。傷者分別送往多間醫院搶救。事發喺星期6晚上，升降機突然急墜。機電工程處表示，升降機係4條鋼纜全部斷裂，情況罕見。而事發嘅時候，機械安全裝置未有啟動。機電處有引述負責保養升降機嘅信科工程話，1年幾前換過纜索。咁基於我哋嘅個安全要求呢，就係纜索如果佢嗰個直徑呢係因為耗損或者係因為其他嘅原因，而係減少到即係減少10%呢，其實就需要更換㗎啦。機電處會巡查同一間保養公司負責嘅所有240部升降機，確保安全運作。澳門電視台駐香港記者丁以文報導。對於香港發生升降機急墜意外，造成7人受傷，本澳機電工程師學會話現時冇明確嘅法律去監管機電設施，認為政府應該盡快訂明相關嘅法律，俾業界有所依循。機電工程師學會話，現時本澳普遍使用嘅升降機年期較短，出現意外嘅情況較少。但係現時本澳未有明確法規去監管機電設施，認為政府應該盡快設立專責部門監管。當然絕對有必要喺盡快要將嗰個立法啦，或者係嗰個專業制度嗰部分呢，係即係盡快促成呢個部分。因為喺法例同埋法規裏邊呢，如果你唔夠完善或者追唔上呢個時代發展呢，咁啊變成咗一個落後啦。咁落後嘅時間呢，就當頭先所提及嘅責任同埋權限嘅問題。如果當發生問題嘅時間，我哋就唔知追究邊個。澳大機電工程系教授李陽文話，政府應該未雨綢繆，做好升降機嘅定期保修工作。定期要求每個大廈呀、公共場所呀，還有娛樂場所，還有酒店啊、酒樓啊這些地方，能不能就是說是除了本身的定期保養啊，1個月啊或者2個月啊這樣定期的這個檢查之外，是否也有澳門政府這些專門的這個機構進行安全檢查？那麼從技術方面呢，來保證這個電梯不會出現事故。李陽文又建議各個機構喺購入升降機嘅時候，應該做好把關工作，確保升降機嘅質量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招碧如報道。